睇埋天氣，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。預測今日漸轉係天晴乾燥，朝早天氣相當清涼，日間最高氣温大約係18度，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。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，朝早相當清涼。而家氣温係14度，相對濕度44%。轉頭返嚟仲有其他消息。太子珠寶鐘錶特約瞬間看地球係由30載成就我嘅太子珠寶鐘錶及 Pioneer Diamond 贊助播映。